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8章第6节到30节，使徒行传27章13节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害怕。扫罗王害怕人民，担心官兵会不高兴，却不敬畏上帝，他不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只有上帝他不害怕，连大卫呢，扫罗王都害怕，害怕他太有名，害怕他太受人民的爱戴及欢迎。害怕其实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基督徒应当是除了上帝以外，什么都不害怕才对。撒母耳记上卷18章6到30节，记载了扫罗的极度害怕大卫的事情。大卫杀死了歌利亚之后，军队凯旋归来，以色列各城镇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扫罗王，他们兴高采烈的歌唱、跳舞，拍着铃鼓，弹着七弦琴。他们边跳边唱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不喜欢这个歌，气愤愤地说：他们给大卫万万，只给我千千，只差没有捧他来做王罢了。从那天起，大卫就被扫罗来嫉妒。第二天，有邪灵从上主那里来，控制着扫罗，他就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面胡言乱语。大卫像往常一样弹着竖琴，扫罗握住一把矛，自言自语：我要把它砸在墙上。就对准大卫扔去，扔了2次，但大卫每次都躲开。扫罗怕大卫，因为上主与大卫同在，却离弃他，因此扫罗打发大卫，派他指挥一支1000人的队伍。大卫率领部下出入战场，所向无敌，因为上主与他同在。扫罗看见大卫事事成功，就更加的怕他。但是全以色列人和犹大的人民都爱戴大卫，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领袖。扫罗对大卫说：我要把我的大女儿米拉嫁给你，条件是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军人，忠心的服侍我，为上主打仗。大卫回答说：我是谁啊？我的家族算什么？我哪里配得做王的女婿呢？到了米拉应该跟大卫成婚的时候，扫罗却把她嫁给了米荷拉人亚得列。但是扫罗的另外一个女儿米甲爱上了大卫。扫罗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很高兴，心里想：我真要把米甲嫁给大卫，用她做圈套，大卫就会死在非利士人手里了。因此扫罗第2次对大卫说：你要做我的女婿，又吩咐他的左右私下去对大卫说：王很欣赏你，他的臣仆也都喜欢你，你娶他的女儿正是时候。王的左右把这话告诉大卫，大卫回答：做王的女婿是一件极大的荣耀，像我这样贫穷卑微的人，哪里配得这样的殊荣呢？臣仆把大卫的话回奏扫罗，
扫罗又命令他们去告诉大卫，王所要的聘礼只是100个非利士人的毛皮，作为对仇敌的报复。扫罗的左右手把扫罗所说的话告诉大卫，大卫很高兴，愿意做王的女婿。在婚期之前，大卫和他的部下杀死了200个非利士人。他带着他们的包皮全数交给扫罗，好做王的女婿。因此扫罗不得不让女儿米甲和大卫成婚。扫罗看出上主的确与大卫同在，他的女儿米甲也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终身跟他作对。非利士人的军队常来攻打，大卫每次出战都比扫罗其他的将官更有辉煌的战果，因此他的声名远播。扫罗王害怕大卫，甚至将自己的女儿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。没有想到大卫不但受到人民的欢迎爱戴，也得到了上帝的同在与帮助，大大的胜过非利士人，而得以迎娶扫罗的女儿米甲。因为大卫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，他不害怕敌人有多么的强大。保罗被押解到罗马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海难，因为罗马的官兵只听从船长的意见，感觉上他们好像什么都不怕，所以他就不听保罗的预言与劝告遇到海难的时候呢，又经不起风浪的袭击，就害怕了起来。保罗的劝勉记载在使徒行传27章13节到38节。当时候有一阵柔和的南风吹来，大家以为可照着原有的计划航行，所以就起锚开船，紧靠着克里特岛行。不久，有一种叫做东北风的飓风从岛上扑过来，船被袭击，挡不住，我们无法可施，任由飓风把船刮着走。当船靠着那名叫高大的小岛南面航行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救生艇。水手们把它拖在大船上，用缆索绑住，他们又怕船撞在萨尔底的沙洲上，就落下大帆，让它随着风漂流。风暴继续袭击，第二天他们开始把货物抛下大帆。再过了一天，连船上的器具也都被扔掉了。好些日子以后，我们看不见太阳和星星，风浪继续的吹逼，我们终于放弃了获救的希望。船上的人已有许多天没有吃什么东西。保罗站在他们的面前说：“各位，你们要是早听我的话，不从克里特岛开船，就不会遭受这一切的损失。现在我劝你们放心，你们中间不会有人丧失性命，只会损失这一条船。昨夜我所属所敬拜的上帝差他的天使对我说，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须站在皇帝面前，而且由于上帝的慈爱，他已经定义保守所有跟你同船的人的性命，所以各位可以放心，我相信上帝必定实现他对我所说的话。不过我们会给漂到一个岛上去，
到了14天的夜里，我们的船仍然在亚得里亚海飘来飘去。到了半夜，水手以为我们已经靠近陆地，就抛下测量绳，测探水深的得到40公尺深，稍往前再探得到30公尺深。他们怕船触了暗礁，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，盼望天亮。水手们想逃出这一条船，把救生艇垂下海里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。保罗对军官和士兵说，这些人不留在船上，你们就不能获救。士兵就砍断救生艇的绳子，让它飘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保罗劝大家吃点东西。他说，你们悬心焦虑，不吃不喝已达14天，所以我劝你们吃点东西才能够支持下去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失。说了这话，保罗拿些面包在大家面前向上帝献上感谢，然后剥开来吃。大家都觉得放心，就吃了。我们同船共有276人，大家都吃饱后，为了减轻船的载重，又把船上的麦子抛进了海里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。我不憎恨不忠你的人，但我喜爱你的法律。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我的盾牌，我的希望在乎你的应许。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吧，我要遵守我上帝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支持我，使我存活。求你不要使我的希望成为泡影。你扶持我，我就安全。我要时常遵守你的命令。你厌弃违背你法律的人，他们所涂抹的都是空虚。你把所有邪恶的人当作垃圾，因此我喜爱你的教诲。我因畏惧你而全身战栗，我因怕你的审判满怀恐惧。我秉公行义，求你不要让我落在仇敌手中。求你答应帮助你的仆人，求你别让狂傲的人欺负我。因盼望你的救恩，等待你的拯救，我的眼睛都昏花了。求你照着你的慈爱待我，求你教导我你的命令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给我明智，好明白你的教训。上主啊，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，因为人都违背了你的法律。我爱慕你的命令胜过黄金，远胜过精炼的金子。因此我遵从你一切的教训，我厌恶一切虚伪的行为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倚靠主来得胜，不担心，不害怕，只有敬畏上帝，全然的倚靠主，在生活上，在遇到困境的当中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